众小朋友大家好，又到好好运动的时间，我是联心国际医院运动医学中心物理治疗师李淑芳。今天让大家强好了运动的有我们林正刚物理治疗师，以及高景荣老师。准备好吗？运动1000，我们先来做暖身操。对，两张手先放在我们的骨盆，好，然后你颈椎先往前点一步，好，胳膊走脚，很好，慢慢来走，好，这个暖身操呢，可以让你的身体慢慢的热起来，哈，好，再整脚，走脚，很好，过来，你很好，很白哈，后面。对，脚往后面伸，好，个狗寸好头前的哦，好，再整脚，个很白，好，我们要准备往左右边咯，哈，很白，好，来右边，很好，狗整片，好，在右边，好，慢慢的。把你的脚走在寸好长的哦，哈，嘿，再往旁边一点，好，过来，好，我们换前面，左边很好，前面，好，往后面哦 ，heel boy， 好，后面，整片来，好，整片，左边，对，很好，你有感觉在整片。好，我们在这个左右边继续做。好，这样子的话呢，我不然你的身体慢慢的练起来，等一下走运动的时候呢，你的肌肉的伸展度会比较好。好，我们不会受伤哦，哈。来左右边，好，再继续。好，来原地踏步，慢慢的调整一下呼吸。好，来吸气，好，吐气。好，那停下来，好，你准备了走下一个运动哈，然后利用脚脚，让我们跟我们的肩膀一样宽，好，然后手慢慢呢，举起来，让你的肩头平，然后这时候我们要做的运动右上左下，来吸气，吐气的时候整手在上面，左手在下面，好，来吸一口气，吐气的时候手够平。对，很好。现在换左上右下来，吸气，吐气走熟，很好。然后吸一口气，吐气狗平。好，我们再来一次哦，吸，好，吐气，好。这时候慢慢的走，再让我们的身体往左边来，因为感觉你的身体走平整片稳，有点很。好，来吸一口气，吐气再手扁平OK， 再来一次哦，吸气，吐气，左上右下，然后慢慢的身体往右边来。好，记住肚子会出力咯。好，吸气，吐气，数平很好。再来一次哦，吸气，吐气，往左边来。好，这时候我们身体已经变得好捏了，好，我们可以再往左边再伸展。好，在这边停留5秒钟，1、2、3、4、5。好，来吸一口气，吐气的时候手扁平好，往左边哦。好，来吸一口气，吐气，左手往上，右手往下。好，停留5秒钟，5、4、3、2、1。好，吸气，吐气，平好，再来一次吸气的时候，我们把手放下来。好，来吸气，吐气，右手上，左手往后背松。对，因为刚刚可是肚子出力咯。好，吸气，吐气，手放下来。好，来，我们调整一下呼吸，吸气，好，吐气。你有感觉身体硬硬啊？你要准备来做运动咯。
暖身运动走好嘞，接下来你所来走人头哦。当到长辈啊会说，哎呦，爱健头啊，爱七头啊，动眼搞。所以这一集我们要做的运动是缓和关节疼痛的运动。好，透过这些运动来讲哈，不你的关节呢，活动度更好，哎呦，疼痛就会远离你了哈。好，我们要怎么做呢？天德老师恐好来走哦，可以先把手表安的骨盆的位置哈，然后呢，我们要做的动作是骨盆向前面偏哈，然后做从你的尾椎每种骨的地方哈往前，对，出力。好，再吸一口气，往后翘起来，每种骨翘起来的感觉。好，再来往前，好，往前肚时会出力。好，再往后，很好。然后接下来往我们的枕胼，来右边。好，再往左胼。好，我们正面狗来走一遍，好，来，好，每种骨出力往前面，肚时出力，好，往前，对，同样紧起来的感觉哈。好，再来往后，好，来，我们再往右边，好，再往左边，好，刚刚有4个点，对不对？我们现在要做转圈圈，好，往前，从枕胼画一个圈圈，抖走胼，再回来，很好，再来一次哦。来吸气，吐气。我们先目就勾往前，然后从右边画一个圈圈。好，慢慢呢。假如你现在柔软度比较好，你是走的把那个圈圈画的再大一点点，哈，再回来。好，勾到一边，然后吸气，吐气往前。好，整片开始画圈圈。好，尽量可以画大一点点。对，勾走片，再回来。再回来哈。那我们现在呢，再往左胼开始哈，来吸气，吐气，目中骨往前，然后从左胼开始画圈圈，对，很好 ，Go ahead boy， 再整胼 ，Go right can 转来，好，我们再来一次哦，目中骨往前哈，然后先从左边开始画一圈 ，Go ahead boy， 对，再来呢。整胼，好，勾头前，好，放轻松。这个动作呢，就在活动我们的骨盘的力量，的关节的活动哈。你勾来走一遍了哈，来，目就骨往前，好，来左胼开始画一大圈，对，到后背，好，接下来整胼，对，勾到头前。好，放轻松。好，骨盆活动了之后呢，脚踝的体缝，你有了怎么运动呢？好，一样，手可以稍微放在我们的骨盘，然后两只脚跟我们的肩头很偏哈。然后呢，以右脚我们先开始哈，整脚开始呢，对，慢慢呢，对，转圈圈。好，很简单哈，这个动作来讲，平常。你怎么卡？如果说，你也那个关节啊有点难搞哈，可以稍微这样转一下圈圈哈。我们重心是在脚踝的转圈哈。对，很好，在这边转圈圈。好，放轻松。也稳嘛啊，走脚慢慢走哈。来，对，原地把看看。对，转圈圈。很好，活动一下你的脚踝哈，脚盘活动之后呢，航路呢，就会觉得比较轻松哈。好，再来休息一下，你个往紧脚了一边哈。好，再来转圈。好，活动度比较好呢，好，我们会片抖嘛，哈，又等于航路溜个不小心片抖，有时候跟我们的关节活动度来讲哈，也要注意一下。好，应该我走脚。好，再来转圈圈。对，慢慢的转，很好。好，放轻松。接下来呢，走嘛噶，七头要怎么样？关节让它轻松的活动呢？哈，你可以往前
一个弓箭步，好，两只手呢溜溜个表安的起头前面，好，在这个地方呢，稍微可以把脚尖垫起来，嘿，脚妹拧起来，然后在这边做转圈圈的动作，对，慢慢的转。好，做这动作也注意哦，那个平衡要注意哈。假使长辈来讲，你起冇嘛稳，你走的半到等呢，半等，然后再做这个动作。好，画圈圈。好，假使你的那个活动度更大了之后，你就可以怎样画更大？嘿，可以像 Niki 像锦荣老师一样，可以把它画更大圈哈，来活动一下 NH tail。很好，来放轻松。Anyone 走偏，一样跨一步弓箭步，两只手轻轻的表 Any 起头前面哈，然后呢画个圈圈，对，好，一开始你走的法好，谁掉了没有关系哈。好，如果说活动度越来越红，你是走的怎么办？哎，画更大圈一点哈。好，在这边起头做转圈圈的动作。好，又感觉你的脚变得好轻松。那做这个动作的注意哈，一般来讲是不会痛的哈，因为讲会好痛。如果说你会痛，可以看心脏哈。好，慢慢的 go back can， 对，很好，画圈圈。好，放轻松。哎，你过来走一遍了哈，好，整脚，很好，起头，对，微弯，再画圈圈。好，这时候注意，你的吐司还是不要忘记了，出力咯。好，再来，好，放轻松，往爱你的走脚，好，再画圈。OK， 好，休息一下哈。那接下来你要走的运动是，两只手可以溜溜表啊我们的骨盘，然后脚伸出来。我们要做的是髋关节的旋转哈，然后脚伸出来呢，在原地做，对，绕圈圈的动作。好，那长辈如果说因为轻长一样，你走在轻重点的半点或板点。墙壁也可以哈，来跟着我再做一次哦。好，来吸气，吐气，对，画圈圈。好，也脚很顺圈。好，假使说你的脚好没力，你可以或者 Kim 掌，那你就可以在体内下，对，在体内下画就好了哈。好，我们现在往走脚。好，在体内下就可以，不要抬那么高哈。好，如果说你力量不错，平衡也好，可以像我们的锦荣老师一样哈。好，再来画圈圈，对，很好，在原地，溜溜的画圈，好，放轻松。好，我们也可以往整片的这边来画一下圈圈，对，很好，这边，好。再往左边画一下圈圈，好，这边，对，好，做到这里呢，你调整一下呼吸，歇困一下，